關新豐廟廟埕雄雄出現一名男子，先是破壞古爺將軍廟內的靈牌，佮手提棍仔一直拍掛佇咧門口的龍頭怪甲天公爐，拍忝嘛，抑佮坐落去休困，最後甲烏靈旗拗好燈才離開。不要在外面那個公共空間隨意破壞東西啊！一般是沒有得罪什麼人，可能就是喝醉酒，或者是有一些壞習慣的人，然後導致他們會做這種動作。相關的犯案過程攏互門口監視器翕下，也毋過廟方對相關並無印象。根據地了解，烏靈旗是新豐爺法器甲權力的象徵，用佇咧巡查、掠鬼、驅煞、處理陰陽兩界事務。龍頭怪至少50檔歷史，象徵着權力地位，是帝王賜的法器，攏相當珍貴。廟方起價馬上報警處理。已調閱周邊監視器，掌握涉案男子影像追查中。未有事先有調，這檔就是講廟的五爺君，也是這個烏靈旗這個兵將數可能食無夠，因為要歲末年間，這就是伊的照力。民俗專家指出，應該是廟中古爺兵將烏靈旗因兵因將，兵馬糧草不足，建議廟方會當請示主神，滿足需求。警方是會調毀損追偵班，將涉案男子來追查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